在信仰的世界裏，我們常常面對不同的名字和偶像。然而，真正的信仰根基在於獨一的真神耶和華。聖經約翰福音5章44節指出，當我們互相追求榮耀而忽視了來自獨一神的榮耀時，我們的信仰便會失去方向。猶太人對於獨一神的信仰深根蒂固，但當耶穌基督以神的名義來到時，他們卻選擇拒絕。這不僅反映了對傳統的固執，亦是對神所差派者的錯過，讓人深思信仰的真正意義與來源。在當今社會，許多人寧願追隨各種名人和偶像，但卻冷落了獨一的真神耶和華。這種選擇使人陷入了荒謬的境地，失去了真正的方向和信仰的根源。信仰的關鍵在於理解獨一神及其所差遣的耶穌基督。獨一神的存在並不排斥聖子耶穌的角色，反而強調了兩者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繫，這也是信仰真正的力量所在。追求真實的信仰不是為了人的榮耀，而是源自於對獨一神真正的認識。當我們尋求的是來自神的榮耀，才能夠獲得真正的信仰體驗，並展現出信仰的真正力量與美好。